之前，黄善勇忙得像小蜜蜂，才送完一站，转个身立刻又出门。你每天这样外送要送多少趟？忙碌的时候大概1、20趟了。金门夏天酷热，挥汗如雨，顶着艳阳，黄善勇已经很习惯，这里早就是他第2个故乡。30年前抽到金马奖当兵，认识了当地的女孩，相恋结婚，从此离开苗栗客家庄。回故乡没有工作，你就不如在外面打拼，然后变几的后面还是要。和太太开店卖便当，还有金门独特的小吃炒泡面。泡面先冲泡，猪肉、木耳等什锦配料炒出香气，再加入泡面拌炒。说不上什么特别的烹调技巧，却是很多阿兵哥的最爱。这东西在台湾吃不到啊，这东西在台湾吃不到，枪亚 V 章鱼只有这里才有。对。至于鸡腿、排骨等常见的便当菜色，黄善勇增加配菜，除了口味，还以分量取胜。就比平常在外面吃，在金门吃的饭还要便宜。注意到店面2楼装潢完全不一样，这是黄善勇附带经营的卡拉 OK， 装潢和海报透露年代已久，满墙的涂鸦几乎都出自阿兵哥之手。当年金门还有10万大军，吃喝玩乐都是商机。阿兵哥在楼下排队，一个人先占一个位置，然后打电话说：“哎，我已经占到位置了，你赶快过来。”最繁盛时期，一天收入10万不成问题。而现在国军数量锐减，附近也不是观光客聚集的商圈，得靠实力口碑才能支撑。有的客人就是连续吃1个月吃不腻，一天还是可以卖出几百个便当，数字和忙碌背后是扎实拼出来的肯定。过去10万大军在金门的消费荣景早已不在，而黄善勇靠着客家人的实在用心做便当，他的店还是屹立不摇，继续在金门异地打拼。亚东时啲台灣食唔到，搶亞 V 章油。亞東時啲台灣食唔到，搶亞 V 章油。